章呢分成章，或呢这个约道章，约道26了。说父亲没有声音不好，各位要起来金德报告，有没有心理准备啊？他都讲。我们上个礼拜呢刚好25次，西历刚好50篇，而我已经呢记下来了，有300套，欢迎各位拿回去听，要听得很熟啦，熟了以后，那一些呢都是我们兴奋的东西呀。然后后续刚才看也有那个《金刚经》。有《道德经》啊，还有《金刚经》希望各位拿回去听，有没有拿回去听啊？《金刚经》有还有这边还有，可以拿给亲朋好友那个《道德经》已经记下来了够了300套，够不够？不够我们再记下来绝对够的一定要多听。这一种心理心法很深涩的，还要听熟了才会变成我们的东西。假如说你不熟的话讲的都没记，不知样熟悉的话就会变成了我们新闻里面的东西的各位有没有反复听啊？那个帮助很大，对不对？只要我们反复听呢，那个帮助呢都很大。然后我们接着讲45对不对？45章也是蛮快的。我们那个道德经呢，听了一段时间以后现在或许那年已经快要完成了。完成了以后就开始印因为有160页，320章，320面，加起来还就是蛮多。那个呢是密教部的，蛮深的。印好了呢，各位就先看了以后呢，我们大概这个《道德经》呢就可以讲完了。讲完了以后我们就来讲那个楞严楞严经，蛮长的啦没有听过吗？有没有听过？那个经的本文就已经有20个字了，大佛顶如来密意然后修正了义，然后知菩萨万行，守楞严经，不等好，我们都请类说法，最后面3个字楞严经就好了，安尼较紧啦无头的那种无容易记起来。可是我们拿到以后它每一个字都有含很大的意思。然后我们可以详细看。那我们呢先来研究这个《道德经》第45章清净或者是讲说趋净趋净章。这个趋净章就是我们呢从那个家的那个思想要我们呢这个心里面没有心里面没有事就是格物我们有没有把心里面的物都得除有没有？没有拢甲藏起来了心里面的藏物件都藏代志我们要把它呢清除掉，心里面要清清净净，心里面清净以后就可以回到佛性等回来所以那个清净是一个基本一步基础
心里面一清净了以后啊，那个灵敏度啊，增加很多。所以假如说喜欢有一些第六感特别敏锐，那一定心里面不能有东西，也不能有事情，然后我们就会第六感特别敏锐。这呢是自然的，因为我们佛性本身具备，它具有我们平常因为有心里面有东西在，然后有事情在，结果那一种很敏锐的第六感都不见了。那假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一些心里面的物跟事全部去清净。清净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整个真心跟整个虚空融为一体，叫天人合一那我们现在都没有了没有天人合一，就是各位要稍微忍耐一下。修时阵所以爱开冷气